哋嘅目標只有一個。喺嚟緊呢個月積極備戰，為參選作好準備。我哋有堅定嘅信念。希望可以將同學同校園連結埋一齊。我哋 Fusion 係獨一無二嘅，絕對會滿足到你嘅需要。我哋有敏鋭嘅觸覺。我哋會第一時間感應到同學嘅需要，同埋我哋會 take action。我哋會全力以赴追求完美，組成一個理想嘅學生會。我哋有明確嘅目標同埋宗旨去服務同學，為同學營造一個美好嘅校園氣氛。我哋會發揮無限嘅創意，為同學帶嚟煥然一新嘅感覺。我哋嘅目標係喺未來呢一年，以無盡嘅拼勁同熱誠服務同學。Fusion 希望為學校同同學建立一個溝通嘅橋梁。